这里没你事儿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住手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性命？快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说是谁指使的你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有没有事？传太医。是。妖女捉住了，宫中的乱子也快平息了。太后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操劳了。唉，皇帝出征，只能我老婆子来维持局面，也难得你有心来请安。臣妾不能替您分担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不过听说那小道士武功高强。要不臣妾替您去看看宁妃。庄妃娘娘到。扶我起来。哎，好妹妹。小蘑菇，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啊！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小蘑菇，这么久不见，也不过来给爷请安了。是啊，你看你脸都吃胖了。你们快走吧，打两下得了。我师傅一会儿回来，他脾气暴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脾气还暴呢？那你脾气不好，你改改呗。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带不带把了？来来来，兄弟们，给他解开！来来，给他裤子解开，赶紧看看他有没有，赶紧！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干嘛？解开！叫你飞了！不，赶紧解开，解开！不，给他哎，你们快！
饶命啊！蘑菇爷爷饶命！蘑菇爷爷饶命！不砍了，蘑菇再也不砍了！蘑菇爷爷饶命啊！蘑菇爷爷饶命啊！那天是不是你让我哭来着？来，哭，梨花带泪的那种哭。对，你手啥？你给我笑。对，大笑。怎么不会笑？是不是不会笑？教他怎么笑。对吗？是吧？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蘑菇爷爷呢，就饶了你们。这样，刚才不是请安吗？以后每日此时准时来这里向蘑菇爷爷请安，听到了吗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，就这样啊，特别诚恳，特别好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饶命啊！谁呀？哎呀！哎呦天哪！我就带他溜达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回来师傅不骂我了。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满足你们一个迷思。前段时候宫中不得安宁，现在终于平息了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凭空出现？太后，妖怪抓住就得了，咱们呐可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根本就没有妖怪，是有人做出来的妖怪，而且还是长得像去世的李妃模样的妖怪，你们也不好奇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长得像又怎么样？这人呐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难道还对他念念不忘？庄妃，你说说，有人利用像李妃的傀儡出来生事，到底有何目的呀？臣妾认为，用逝者的身份来扰乱现在，其心可诛。好一个其心可诛！袁大人，那个女妖就是小蘑菇放走的。我，师傅，不是我，师傅，滚！是一个白衣女子带走的。你给我让开！他犯了罪，又放走了妖女，理应被我带走。是我让他放走的，这件事情与他无关。你这是在跟锦衣卫作对是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连你一块带走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我会去向太后禀明此事的。那如果女妖再作乱怎么办？我以性命担保，女妖不但不会作乱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日就会水落石出。不好！太后，
小道救驾来迟。天木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皇后，请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此次我失败的话，甘愿受罚。好歹也是道长及时赶到，老身也算被道长救了一命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太后。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若再没有把握好，道长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也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天木童，既然这人不是你放的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只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。况且，确实是我看管不力。妇人之仁。云姑娘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，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你又怎么了？师父，我连累你了。没事啊。师父，要不你骂我吧，要不你打我，要不你蹂躏我，你这样我心里不舒服。师父，你说明天要是审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你说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，行吗？跟女孩子一起逃，那叫私奔。跟你，跟我，好，可以啊。那我就明天跟你一起死，反正能和你死在一块儿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嗯，你说是吧，师傅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要去找妖女，好好聊一聊。跟女妖单独聊聊，那乐平不就没戏了吗？锦城啊，最近那个小道士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回娘娘，这个天木童天天带着女妖关在屋内不出来，没什么动静。刚刚那个是不是现在经常跟小道士身边的小太监？回娘娘，是的，这个小太监叫小蘑菇，他平日里是油头滑脑，可是自从跟了那个道士以后，突然整个人都变了，到处飞扬跋扈。哼，这也难怪嘛！现在小道士得势，跟班的还不跟着哗众取宠啊？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搓搓他的锐气。这皇宫可不是一个小道士就能搅和的，顺便了解了解道士的情况。是。小蘑菇，你给我站住！娘娘驾到。皇后娘娘，听说你最近跟天目道长走得很近啊？并没有，娘娘，您令我最近。哼。那天目道长最近对妖女的案子有研究出什么方法没？哦，我师傅啊，他把这个案子已经
还那样。那看来天目道长的道法也不是那么强嘛。嘿，皇后娘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师父可厉害了，他已经把那个妖女给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还那样。好吧，你下去吧，没事了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娘娘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哼，那小道士肯定琢磨出些什么，不过肯定也没告诉这个小太监。放就放了，以后多盯着他点儿。是。主人，天目童即将公审傀儡。静观其变。你是谁？怎么会连字都不认识呢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太后有旨，请天目童道长押解。之乱值得嘉奖，不过，这个妖孽该如何处置呢？回禀太后，这位姑娘并不是李妃，也不是什么妖女，她只是一个长着李妃样貌的人。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操纵了，她是无辜的。被操纵？那这些事儿也都是他做出来的。她被操纵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，醒来的时候也没有记忆，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戴罪立功，帮我们找出这背后的操纵者。难道操纵者就在后宫？操纵者就在后宫，只要我们能够把他们集结起来，小道就能够用道法让这位姑娘把她给找出来。公主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皇后娘娘可不准你出门。有天目道长在，我才不怕。小道长，可以开始了。哎，我师傅真帅。要是我现在掉下去，天目道长恰好抱住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我们2个人。大家看这位妖女，她并没有任何意识。待会儿，
他就会自动走向各位，大家不要害怕。不知于大人觉得今天这妖女该怎么审，能审出个什么来？这就要看小道长的法力有多高深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太监。不是，太监怎么了？太监也是有尊严的。你好，你看看你，男人头。你说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滚！滚就滚！我滚！啊！你，哎呦，给镖射了！射来！射！这里！往哪推？哇，师傅你太帅了嘛！哦，真的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。师傅，感谢你。好。你让我说两句话行吗？你刚才不挺厉害的吗？打我呀，么么哒。哎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。断手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。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